小 S 出席服饰品牌活动，被问到会否出席黄子佼与孟耿如婚礼，他表示受邀就会去装一下好人。当媒体问到红包会包多少时，小 S 搞笑说绝对不可能是3600元，少说也是6300元。小 S 表示，只要黄子佼有邀请，她一定会出席婚礼，但也怕老公会念去干嘛。不过去也有好处，可以装一下好人，前情侣风度翩翩，这个形象还是可以去做一下。谈到礼金，他立刻豪迈地说：“我参加婚礼一定是万元起跳，还搭上之前李亚平红包之乱的，笑说自己绝对不可能包3600元，少说也是6300元，引起现场一阵笑声。”对于黄子佼刚失去爱犬元气，他则感同身受地说：“应该会觉得像是失去亲人。我觉得时间可以冲淡一切，并鼓励对方不要不敢提到元气的名字，可以一直想念着，不要忘记。”